欢迎回来，意大利梦幻小镇的节目。今天我们又来到维尼托大区，探索一下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本镇位处海拔6米高，居民大概有4300人，散落在镇中心以及周边的村落。本镇可算是历史悠久了。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欢迎来到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说起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指的就是一个有4300个成员的大家庭。这里看似尚未开发，但是我们的经济却已经与现代社会接轨了。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名字的头半段莫纳斯提尔是意大利语中的修道院，因为本镇悠久的历史与在此地建立的本笃会修道院息息相关。修道院建于11世纪，当年它的旁边就是一条穿越意大利中部的河流，今天已经干涸了。关于修道院，我还能告诉你一个在奥托一世时期本笃会修士的事迹。大概15世纪时，威尼斯的大主教圣格里高马吉科利获得了这里修道院的所有权，把它装饰得美轮美奂。这是修道院最风光的时刻。但是拿破仑入侵时，把院里的宝藏都没收了。然后在1837年的时候，修道院被尼尼家族占领了。我们一直希望能保存这座见证镇上历史变迁的修道院，而修道院的现状是我们能力范围内能保存到最好的了。镇上著名企业很多，尤其是在近20年，数目突飞猛进。他们落户在此，不仅是因为经济原因，也是因为他们与本镇的关系。其中一家上述的企业就是特夏，他们的主业是汽车分析，但业务也包括研究电动马达、环境保护等议题。这些既接近自然，又采用新科技的公司，仿佛是威尼托大区村镇发展的缩影。另一家镇上著名的公司是爱尔拍，他们设计独特的家具，世界各地都有他们公司的展览室。说到镇上的设施，我们不得不提这座重要的老人之家。我们想为镇上的老人们提供一个能饱览全镇景色的休憩场所。但与普通的老人之家不同，这里是3代同堂的。
老人之家里还办了个幼儿园，活动都是让长者与小孩们互动，这与我们的中心思想寻根于故乡很有关系。我们与其他乡镇不一样的地方，是对义务工作的热爱。在小小的4000人社区里，我们就有40个义工组织，主题从体育到社区互动都有。希望我刚才的介绍能引起您对本镇的兴趣。我们社区乐善好施，热情好客，有数之不尽的角落等着你来发掘。在波河山谷里，就为我们镇能完全表现整个地区的特色。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宗教历史源远流长。我们来与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主教谈谈吧。我们现在身处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圣母升天大教堂。每逢节假日时，全镇居民会一同聚会礼拜，尤其是庆祝主保圣人节日的时候，我们的主保圣瓦伦天努，其庆祝日就在2月14日。他的画像现在悬挂在教堂里，供人观赏参拜。这座教堂名字的由来是原来的佩洛圣母大教堂，后者毁于第1次世界大战，因此大家决定在镇上更中央、更合适的地方重建一所教堂，也是为了配合人口发展。教区现在大概有4500名信众，他们积极参与教区事务，其中一个是为小学以及初中教友举办的经文问答班，由一众教师们主持，不仅为年轻人提供了解教义的渠道，也让上了年纪的人再次深化他们的信仰。我们与镇政府的关系良好，尤其是透过教区服务以及明爱会的志工服务回馈社会。
在距离大教堂约3公里处的巴拉隆格，有一座纪念黑圣母的圣所，教会有时候会扎那边搞活动，包括星期天的弥撒、星期四8点的聚会，以及每月第1个周四的圣器崇拜。这座圣所很有名，邻近的教区与普通民众都会经常拜访。9月8日时，我们还有另一个节日，参与的人挺多，巡游的队伍以及需要的灯光都是民众自发筹备的。以上介绍的就是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的面貌，一个崇奉基督、朴素友善的社区。我希望大家能坚持一份乐于助人以及勇于参与社区活动的心，不忘我们基督教的传统与信仰。也要记得本笃会修道会对本镇的贡献与影响，就是这种虔诚之心，值得我们继续保存、发扬开去，感染到社区的每一个人。在这家充满历史感的餐厅里，我们来尝尝本地的特色菜。欢迎就坐。我们现在身处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的巴拉隆戈区。这家餐厅名为门格杜，因为我就是其中一个老板。餐厅到我手已经传了3代人。我们餐厅于1910年开业，从我祖父母、父母到今天，我们3姐妹一直营运着这家餐厅。今天要介绍的菜式很多，我们先从开胃菜开始吧。这道是茄子配煎波伦塔，我们改良了旧时另一道开胃菜萨尔的食谱，不用沙丁鱼，改为甜脆的蔬菜。身处威尼托大区，面食、豆类以及大虾意大利面是必不可少的。右面这道是传统的炖鳗鱼，我们还有不少海鲜，海鲈鱼、龙虾，自家养殖的带子、蜘蛛蟹，看着就已经觉得胃口大开了。第2道菜是各种附近地区出产的蔬菜，既有来自本地的，也有来自隔壁城镇的。这是另一道主菜，由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烹饪了。美食怎能少得了美酒呢？这瓶是德斯特瓦尼酒庄出产的红酒，这些是从圣洛科地区出产的葡萄酒。最后这边的是瓦尔多比亚带内的普洛塞克葡萄酒。我的女儿刚才已经介绍过了餐厅的食谱了，现在让我来介绍一下家族成员帕特丽萨、外甥安格里斯、外甥安东尼奥。可惜我的妻子现正在厨房忙着，不能出来接待你们。你可以在附近马环奴或者考雷的市场买到与我刚买回来一样新鲜好吃的活鱼。这里有多好，我就不说了。希望各位观众朋友都能来亲自感受，我们会热情招待你们的。我们来对莫德斯蒂尔特雷维索镇曾经的瑰宝佩洛圣母大教堂做深入了解吧。
我们身处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的中心，佩洛圣母大教堂，梅奥洛河就在附近。这河与大教堂息息相关，尤其影响了教堂的设计与装饰。比如说，鸟瞰教堂遗址时，你会发现建筑物是顺着河岸建造的，这是因为河流一带的水上运输、贸易以及各种发展，都是由本笃会修士定居在此，发展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河岸而起的。其实，除了位置上临近港口外，佩洛圣母大教堂还在卡迪亚奥古斯塔古道上。该古道连接着威尼斯与中欧地区，是当年欧洲贸易的大动脉。那过了这么多年，大教堂还剩下什么呢？幸好，教堂古老的一面仍然得到保存，包括其罗马风格的回廊，还有围墙内的花园。大教堂被尼尼家族在1837年购入，是他们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尼尼家族来自希腊的塞萨洛尼基，信奉东正教。这里是教堂钟楼的遗址，钟楼本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炸弹摧毁了，只剩下其立面。虽然我们多次尝试修复，要完全还原这座44米高的钟楼，还是件不容易的事。钟楼的高度令它十分适合瞭望，以及监察空中与地上敌人的动静。本镇有许多与战争有关的故事，最有名的当属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故事了。他不仅是再见了武器的作者，也在《过河入林》一书中提到过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书中主人公经历的战争的残酷，流离失所，饥肠辘辘。主人公曾在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附近负伤，后来在一所学校里休养，那所学校就位于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现在被用作提供老人以及家庭服务的场所。大教堂不仅是古老的遗址，也跟得上时代的触觉。今天，它的堂址是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文化活动的中心。13年前，埃尔拍公司伙同大教堂举办了一个国际音乐节，邀请了威尼托大区的音乐人。到了今天，当年的小活动已经发展成一个大型国际爵士音乐节了。嘉宾包括比利·考伯汉姆、麦克斯特恩、塔尼亚·玛利亚等。去年摇滚乐队收音机嘉年华还为我们周年纪念创作了一首新歌，而我们也幸得本地歌手加里奥·卡塞勒以及派翠斯·拉克达拉的演出。这里有很多供人跑步的小径，尤其适合那些喜欢在自然环境中散步或者跑步的人。你可以从这里走进我们的国家公园，有整整5万平方公里的森林与自然环境。我们也会在里面举办活动，包括素食者嘉年华。公园里还有一条徒步小径，在小径上漫步，不仅可以欣赏到田园景色，也可以看到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的饮食文化，因为途中你会碰到很多酒庄以及餐厅。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深影响着。我们邀请了安吉洛先生来介绍他有关一次大战的私人珍藏。
我从6、7岁就开始收藏的生活了。当时我在田里干活，经常都会找到一次大战的文物。50年代的时候，我会把这些全卖给每周都来的收藏家。可是到了60年代，他们就不再过来了。我就开始把这些碎片一块块的收藏起来，因为每件文物都有其背后的历史，代表着当年每位士兵的牺牲。我把它们特意收藏起来，纪念这些逝去的将士，也希望日后有人会这样纪念我吧。我希望即使过了100年，人们还是会记得这场战争的残酷。当我去本地的中小学讲课时，我总是以这句话做总结：大企业的成就与小人物的牺牲都是没有用的，除非有人记得。如果你对我的收藏有兴趣，打个电话给我，我很乐意为你讲解介绍。我想向你介绍一个在 Monastir Televiso 镇举办，既有趣又好玩的活动。这个活动已经成为了联系周边地区的原动力，也有赖于一直以来本地协会的紧密联系。我们地大物博，物资丰饶，协会举办起活动也得心应手。这个活动名为图克桥嘉年华，里面的节目很多，都是经我们改良而在过去很流行的游戏。这些新改良的游戏现在适合一家大小或者游人来参与，他们就是这个活动的中心，因为我们想看到家庭与社区间的互动。各个游戏摊位中间也有不少街头艺人，他们心灵手巧，能制作出精美的小礼物，从陶瓷、木头到稻草，他们都可以娴熟地制作出漂亮的工艺品。各个协会的参与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活动是反映了我们地区的活力。而总共2公里长的活动场地，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办得好的。很多本地居民都会开放自己的花园、店铺，并且贡献自己的专长，就是为了提升整个活动的素质。你可以造访我们的网站，找到每年确切的开放时间与其他资讯。我在此诚邀各位观众朋友前来看看，到时候这里的大街小巷都会挤满来自整个北意大利的游人，他们都是来参与这个独特的活动的。我们也会提供营地，供人驻扎。那么9月见啦！我是法拉瓦特马赞，这座钟楼的维护人。这一片的土地都是教区所有的。这片土地见证了 Monastir Televiso 镇的历史。从1000年开始，这里游人就络绎不绝，直到今天。你看过从钟楼鸟瞰的景色了吗？教区很努力地尝试修复这座钟楼，镇政府与居民也有协助。以前这里都是农业，现在不止了，有工厂、餐厅、医院，还有住宅。Monastir Televiso 镇什么都不缺。
快来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吧，我们都在等着各位的来临。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的活力，静待您的欣赏。要重温意大利梦幻小镇各集，欢迎登入我们的网站。莫纳斯蒂尔特雷维索镇之旅告一段落，再见。